后来继续来看，桃园市长郑文灿再去召开着市府防疫会议，讲会来扩充着能量，照顾居家检疫者的需求。但市长嘛来宣布，学校的寒假辅导、志工服务、社团、营队、甲学校空间外照等等，今仔日开始就来停止，互学生就伫厝内甲线顶来学习。啊，这个桃园市政府各单位为昨暝就开始无用到丙。除了都爱准备居家检疫的物资，还阁一个敲电话来通知爱做居家检疫的民众。桃园即卖已经进入到作战的状态。桃园市卫生局无用敲电话，自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居家检疫的对象差不多5000人，桃园市各单位拢有够无用。整个桃园市也增加了这个电话通知的相关的一个人力。那针对需要做这个居家隔离以及关怀包的发放的部分，那我们也会尽速的来到社区里面针对民众的住家来尽速来完成。5000人是大数字，年尾到啊，敢若是为海外转来台湾居家检疫人数，都已经和桃园区公所无用力准备防疫包。接下来这5000个要送更多，那不用烦恼，因为就来了就做，来了就做就对了。对。今日透早，桃园市长郑文灿冒开市政府的防疫会议。卫福部估算是会超过5000位。那接着我们的这个市府必须要协助后面的这个通知的隔离通知书，居家简易关怀包的发送，还有关怀服务中心的扩大量能，那能够让这个14天加7天哦，那么他们需要的就医需求、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。桃园区的民生病院嘛设户外防疫门诊，要民众就医更较有保障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超前部署，在空间上跟现有的就诊区能够做一些适当的区隔。就讲有任何漏交，所以讲各单位拢是高度警戒，桃园市执政袂使输。